指导。哎，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一个汇聚了索马里克族地域音乐特点而编成的节奏鲜明、阵型奔放的电动舞蹈。我还听说舞蹈中有哪首风靡全球的南非狮子杯主题曲《Waving Flag》。是呀，那我们快点把索马里的留学生请出来吧，一起欣赏美妙动感的舞蹈。掌声有请，哎，有什么有？安多拉多。